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025年9月16號，我係 Anna，去咗荃灣食39蚊午市日式雜錦天當，同20蚊嘅吉列流心蛋豬肉餅。請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喺荃灣港鐵站 C6人新村嘅出口，然後搭扶手電梯上2樓，就係呢間團團食堂。餐廳門口都擺放咗好多餐牌嘅，佈置得幾有日本 feel， 寫住天婦羅製，環境咧都幾舒適闊落。今日嚟試下佢嘅天婦羅雜錦當，仲有8折，39蚊嘅雜錦天婦羅當，凍檸茶加8蚊。天婦羅蝦咧炸粉唔厚嘅，炸得都幾脆，外脆內嫩都幾好食。天婦羅蝦咧係有3隻嘅。裏邊呢個肉質都幾爽彈嘅，仲有蟹柳。蟹柳呢同樣係外脆內嫩，甜甜地咁，幾好食。茄子都幾新鮮。天婦羅矮瓜，鮮甜粉粉地嘅南瓜，仲有新鮮同埋青豆，仲有日本嘅珍珠米添。賣相都好靚，個吉列流心蛋豬肉餅，哇！你睇個流心蛋幾靚，同埋咧外皮都炸得幾脆嘅喎，咁就配咗沙律醬嘅。聽聲咧都知道佢好脆㗎啦，裏邊嘅免治豬肉餅咧又好嫩滑，調味調得啱啱好。呢個天婦羅午餐咧連埋加一就75蚊。都算抵食。以下係今日餐廳嘅 menu， 有午市拉麵同埋當飯嘅套餐、輕型套餐、學生餐同埋2人套餐，有蛋糕送。今日分享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